2026年世界盃特輯，鐘老闆，我知道有一隊國家隊令到你好感觸，好想同聽眾分享下你嘅感受。呢隊波的確確係令到好多人都有無限嘅感觸，特別係中國人，包括我在內啦。呢隊波創造咗好多個世界紀錄，而家就請阿鐘老闆分享一下你嘅睇法。西班牙咧以1-0擊敗烏拉圭，呢一幕咧，由於呢一場比賽嘅結果，同時係將佛得角歷史性送入世界盃嘅淘汰賽。BBC 5號台主播喺現場咧曾經講過一句説話，佢睇到喺台上到處都充滿驕傲同埋喜悅嘅眼淚。西班牙擊敗烏拉圭嗰一場球賽，有人跪地響草地上，有人攬住隊友痛哭，淚流滿面，有人望住個天空，眼淚流個不停。呢個畫面的確係令人好感動。佛得角人口咧只有52.5萬，三藩市嘅人口大約有80萬左右啦。佛得角嘅面積咧只有半個廣州咁大，一個屬於超小型嘅國家，可以打入世界盃已經唔容易，創世界紀錄，人口最少，國家面積最細，參賽世界盃嘅紀錄前無古人啊！第一次踢入世界盃，遇到西班牙、烏拉圭兩支世界冠軍級數嘅球隊同一組，比賽之前係被外界認為係一支嚟陪跑嘅隊伍。不過世界盃嘅魅力就係往往俾你一個驚喜，唔到最後1分鐘，你係唔會知道嗰個結局係乜嘢㗎。佛得角0-0逼和歐洲盃嘅冠軍西班牙，2-2逼和烏拉圭，最後0-0死守沙地阿拉伯，3場不敗成績，寫下世界盃史上普及淘汰賽嘅新紀錄。所以咯，機會咧係俾有實力嘅人㗎。佛得角呢支球隊入選世界盃嘅名單有26人，其中有15名球員唔係出生響佛得角嘅本土，只係有11名球員出生響本土嘅啫。咁其中6名球員呢係響荷蘭嘅鹿特丹出世，其餘部分嘅球員分別出生喺葡萄牙、法國同埋愛爾蘭。所以咧，球隊嘅成員因為唔係喺出生喺佛得角，球員第一語言咧就唔係呢個佛得角語。出生喺荷蘭嘅，梗係講荷蘭話啦；出生喺葡萄牙，梗係講葡萄文啦；出生法國，梗係講法話啦。基於呢一個原因，言語唔統一，國家隊嘅總教練就要求每一位球員要講佛得角嘅母語。佛得角國家隊咧總教練係布比斯塔，今年56歲㗎啦，1970年出生。年輕時咧就係一位相當出色嘅中場球員，曾擔任國家隊嘅隊長，長達11年。一隊被外界唔睇好嘅球隊可以過關斬將進入淘汰賽，我個人認為係有幾個基本嘅原因。足球係一項團體性嘅運動，隊員係要團結一心，贏波嘅機率就會大增。一盤散沙，必定係會輸波嘅。第一點，團結合作，要有團隊精神。總教練係要記一功，教練堅持團隊咧，團員裏邊咧統一語言，一律講母語，令到球員有歸屬感。母語代表國家，代表民族嘅團結。第二點係愛國，有大半支球隊係外地出生嘅，都係效力喺歐洲球會嘅，佢哋高薪厚祿，揾好多錢。但係一旦國家需要佢哋，國家召集精英，一呼百應，從四方八面回國，為國家出力。呢一點可以證明佢哋係有愛國之心，民族精神深厚。所以呢一點咧，好值得我哋去敬佩同埋學習。
咁今集時間又夠啦，又要同聽眾講拜拜啦噃，咁我哋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